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2021年的10月29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6篇，路得记第2章第1节到第9节，罗马书第3章21节到31节。今仔日要分享的主题是合宜的关系。咱时常拢会讲有关系都无关系啊，若无关系都有关系啊，这通常是咧指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真好并且是真侪个所在，也是讲真侪个代志顶悬，别个人检采无法度来通行，但是安尼个人却伫人际关系顶悬。会当拍通关足有法度的安尼比较负面的讲法就是讲遮拢做一寡无应该成就的代志，拢靠关系啦因为关系的原因呢，会通行后门啦来达到目的啦关系有负面也有正面啦圣经甲咱讲，咱必须爱有合宜的关系，毋是迄种用特殊的关系，也是讲无好，还是不良的关系。讲到这个，咱嘛是爱讲到甲道德，也是讲伫伦理的界线有关系。咱就是一般咧讲的分寸。亲密的关系是咱需要建立的，但是无合宜的关系就会当成做极大的迫害咱。无论是对朋友中间、家庭、公务，甚至伫教会彼此中间的关系。昨咱也讲到圣所的概念，咱嘛知影无应该是指某一个物品。迄就是亲像天主教时常安尼遭受批评共款，因为因对圣物也是对人的尊敬有当时超过悬。圣所应该是指一个甲上帝合宜关系的建立，好亲像咱昨的经文，咱昨甲无讲到路得记记载路得甲伊的大家拿俄米恁的对话，伊讲：请你莫叫我离开你，互我跟对你做伙去。你到倒位，我嘛去倒位；你踮伫倒位，我嘛踮伫倒位。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死伫倒位，我也死伫遐，葬伫遐。除了死，任何的事拢袂当互咱来分开。若是我违背誓约，愿上帝当来刑罚我。对伫路得来讲，甲伊的大家是一个委身，不但是因为婚姻的委身，搁较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委身。伫摩押地的伊，其实照讲会当亲像拿俄米共款，会当离开。但是照咱来看，伫外邦摩押的这个路得，因为伊的决志，其实伊已经进入伫圣所啊。亲像拄则经文所讲的，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无需要伫耶路撒冷的圣殿内底。或者是讲需要做作一个tabernacle，伊才会当伫表达讲伊伫圣所内底。其实伊家己已经甲上帝建立一个真好、真合宜的关系啊。嘛，因为伊甲伊的大家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上帝就伫伊接续内底的生命中间，赏赐伊教囝的福气。咱接续看路得甲波阿斯的关系顶悬，咱就看一寡伦理界限甲分寸伫迄个所在。伫今仔日的经文，咱看到关于犹太人甲
外邦人的关系。罗德是一个外邦的女子，虽然甲犹太人结婚啊，但是伫即个传统上，以色列人伊有完真排外。但是对于波阿斯的作为顶悬，咱看见一个真水的见证。波阿斯并无因为家己是一个产主，所以伊就对罗卜大声细声。伊反倒转伊的罗卜来请安，好若像伊的即个仆人是伊的朋友。伊阁甲即个仆人讲，着爱好款待遮个真弱小的即个寡妇，并且伊交代袂当欺负遮个人，爱好款待伊。然后伊阁亲自去甲罗德讲，听我讲，小姑娘啊，你免到别人的田去捡袂遂，着留伫即个所在，甲女工做伙。看到查甫的工人去到伫倒位收割，你就对女工来捡。我已经吩咐我的这个仆人袂当欺负你。你若水干，就到水迄板遐会当啉因所拍的水。对一个福人人，特别是对一个外邦的女子来讲，波阿斯所做已经超越一般的人所会做的，而且佮对伫伊甲罗德讲话的即个中间，咱约略通知影当这时的文化甲背景。伊讲我已经吩咐我的仆人袂当欺负你，也好若亲像当这时这个柔弱的女子去互这个工人、查甫工人欺负，好若亲像是常常发生的事。因此，波阿斯主动提告，并且来甲伊保证、保护伊。对伫遐甲咱无同款的人，咱要怎样做事有合意的关系呢？当然袂当亲像以色列人遮尔排斥外邦人共款。罗德波阿斯所讲的话，就代表这一切上帝所交代的合意的关系。伊两个对话安尼讲，罗德讲你为什么对我遮尔好，遮尔关心我一个外国人？波阿斯就回答伊讲，自从你的丈夫死了后，你对你的大家种种的好的行为，我拢听见。我知你怎样离开父母甲家己的乡土，怎样来住伫一个青分的民族的中间。愿上主照你所做的报答你，愿以色列的上帝，你所倚靠的上帝，大大来祝福你。无有维持这个合宜关系，而尼伯就无法度享受上帝大大的祝福。罗马书的中间，保罗面对罗马济外邦基督徒，伊也写批劝勉因，上帝爱互人甲伊有合宜的关系，并毋是借着摩西的律法，也毋是因为选民的身份，是因为未信耶稣基督。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只要伫信仰的顶悬来告白耶稣基督是家己的救主，安尼人就会通得到上帝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成做上帝的儿女。因为信罗德决心来军队拿俄米，倒转去到犹太地。虽然对人的眼光来讲，这是无愿望的，但是这却是罗德的决志，伊要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这值得咱好好来学习。像是咱也要继续用诗篇146篇
做伙来读，做伙来祈祷。恁着学乐耶和华，我的心啊！恁着学乐耶和华，我一生要学乐耶和华。我要活地时，要唱歌学乐我的上帝。恁无得倚靠君王，无得倚靠世间人，因一点仔袂话帮赞，伊一个断开就归途。伊所计划伫迄日就消灭。有雅各的上帝做伊的帮赞，望伊的上帝耶和华的，即个人有福气。伊是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伊保守诚实到伫永远。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想事食物互妖恶的。耶和华讨放受关监的，耶和华开痴迷人的目睭，耶和华扶起受压制的人，耶和华疼惜义人，耶和华保护出外人，扶持孤儿寡妇，独独歹人的道路，互伊弯巧。耶和华要做王到永远，锡安啊，你的上帝要做王到万代，恁着学乐耶和华。恳求上帝，互阮甲你有好四正合宜的关系，互阮会通借着疼人来表达阮甲你有合宜的关系。愿主你的慈悲怜悯临到伫阮，阿门。